我是来自嘉义的王怡嘉，不过为大学开始学台语到即马嘛已经5档啊，搁咧继续进步当中。哦，哇哦，这是我的头一类香菇，蒜头菇牛。我叫培纯，我是伫台南大汉的囡仔。台语毋若是一种语言，嘛是咱台湾文化重要的一部分。自细汉讲台语是生活，是日常。大汉了后，才了解讲台语是一种骄傲。我想要走出会甲厝内人斗相共的台语囡仔，把这个文化甲母语继续传承落去，创造难忘的迄一天。嘿，上！咱的第一笔单有一点点啊手忙脚乱，家己惨吧。阿公讲，这田就是爱家己留好食，因为我以后嘛是想要做这道。欢迎大家收看上新的休闲的迄一天。